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18章，祭司甲利未人的职责。上主对阿伦讲：你甲你的囝儿以及你的亲族，着承担圣所受侵犯的罪。你甲你的囝儿，着承担祭司这份受侵犯的罪。你着带利未支族的人来，伫你甲你的囝儿伫会幕服侍的时协助恁，因着做你的助手，做会幕的工课。毋过，毋通挖近圣所的器具甲祭坛，则免因甲恁拢死。因着甲你做伙伫会幕服侍，做会幕所有的工作。毋过，毋通互别个支族的人挖近恁。恁着负责执行圣所甲祭坛的工作，则免我的受气搁临到以色列人。我有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拣恁的亲族利未人赏赐恁，归乎上主，通办理会幕的工作。你甲你的囝儿，着伫祭坛甲会幕内面尽恁做祭司的职分。这个祭司的职分是我互恁的礼物。若有别个支族的人挖近恁，着互伊死。祭司应得的份额。上主阁对阿伦讲：我将以色列人分别做成，献互我的礼物交代你，这个物拢赐互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份额。人民献互我至圣的素祭、赎罪祭、赔罪祭中间，无伫祭坛用火烧的祭物，拢归互你甲你的后代。这个是至圣的物，你着慎重来食，查甫人拢通食。你着看这个物做圣。以色列人所献耶悬也是摇过的祭物，我拢赐互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份额。你厝内所有清气的人拢通食。以色列人献互我上主初识的物，就是上好的油、酒甲五谷，我拢赏赐你，这个拢归互你。你厝内所有礼仪上清气的人拢通食。以色列人永远献互上主的物，拢要归互你。所有献互上主头上生的，无论是人也是精生，拢归互你。毋过大囝一定着赎回，无清气的精生头上生的嘛着赎回。要赎回满月以上的，着照圣所的公称纳57公克的银。毋过头上生的牛、绵羊、山羊，你毋通赎回。这个是圣，因的血着朽伫祭坛，油着用火烧做芳芳的祭，献互上主。遐个肉，亲像正腿以及摇过的胸坎肉，相款拢归互你。以色列人耶悬献互上主圣的祭物，我拢赐互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份额。这个是上主甲你的后代所立永远袂废除的约。上主对阿伦讲：你伫以色列人的境内无产业，伫人民的中间无份额，我就是你的份额，你的产业。利未人应得的份额。上主讲：以色列人的1/10奉献，我已经赐互利未人做产业，报答因伫会幕服侍的劳苦。其他以色列人毋通搁挖近会幕，则免因犯罪来死。利未人做会幕的工作，着承担因家己的罪，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因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毋通有产业，因为以色列人将出产的1/10做特别的礼物，奉献互上主。我将这个赐互利未人做产业，所有我吩咐因伫以色列人的中间毋通有产业。利未人的1/10奉献。上主命令摩西吩咐利未人。上主将以色列人献互伊1/10的奉献，使恁做产业，
恁着对迄1/10的中间，搁摕1/10做特别的礼物献互上主。即个特别的礼物，拄亲像做世人所献初熟的麦仔，甲酒屈的新酒。安尼，恁对以色列人得到的1/10，摕来做特别的礼物献互上主，将这个归互祭司亚伦。恁着对所得到一切的礼物，将上好的分别做成做特别的礼物献互上主。你着对利未人讲，恁已经对迄中间奉献上好的礼物，这拄亲像献初熟的麦仔，甲酒屈的新酒。恁甲恁的家眷，通伫恁逐所在食恁奉献所剩的，这是恁应该得到的，报答恁伫会幕做工的劳苦。恁若奉献上好的礼物互上主，然后食奉献所剩的，就无罪。若无先奉献上好的礼物，恁就是亵渎以色列人的性命，着受处死。